日同大家分享呢個潤燥嘅湯水，要用到嘅材料有玉竹、沙參、去核嘅紅棗、百合、蓮子、麥冬。啖湯水要清甜啲，再加返啲雪梨乾、海底椰同埋蘋果。接落嚟嘅步驟呢，就相當之簡單嘅，將所有材料清洗乾淨，然之後瀝乾下水分。接落嚟將所有材料放入養生壺度，再加入900毫升嘅清水。我揀嘅係藥膳呢個件，一撳就可以煲㗎喇。如果冇養生壺嘅話呢，就大火燒滾佢，之後再中細火煲大概30分鐘就可以㗎喇。時間到啦，一啖清潤嘅湯水就煲好啦。鍾意嘅你都關注收藏起身啦，順便點個小紅心，多謝晒。呢個湯水除咗清潤之外呢，仲健脾養胃，平時可以適當咁煲俾小朋友飲㗎。